请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人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文成啊，今日去检察局，检查无证据讲是乌龙派人去做，查无？无敢会是警报啊！我昨午是有听伫咧讲啊，讲啥物啊？你5月以后叫人用水甲你牵，伊听了才真袂爽快。伊拄好伫遐，啊我无赖伊，无是要偌啥？讲则来讲，另讲哦，若拄着即个囡仔吼，你着安尼甲伊鼓励一下。 莫有心肝想讲，大家拢无伫咧关心伊，也若无时间咧，囡仔是会变歹。我知啦，后摆我会较注意咧。二兄，阮丈人咧讲哦，看你今日用去事务所，迄个乌龙哦，不一定会来哦。我有讲过，我无可能替你出面去教乌龙头。即摆还袂较谈判的时阵啦。 你只要出面一个，啊，表明讲你咧插手这件代志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袂用去啦。二兄，啊，你安尼毋是我做为难的？你到即摆徛的立场还无清楚啦。啊，你讲要甲我斗相共，啊，到底是斗相共啥物？敢讲你已经甲乌龙讲好势啊？你是咧搬伊互我看？当你是咧讲啥？啊，随在你想啦。我著甲烦恼讲。 只要你妈妈乌龙对你啥物款哦，安尼我对阿爸就有交代啦。二兄，啊，即摆大家是咧拼钱呢，啊是要对阿爸交代啥物啦？二兄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啊你到即摆还无进入状况，还毋肯面对现实，我实在做毋知哦，你较早迄名写啥得来？二兄，你是人人拢尊重的大尾鱸鰻呢？你哪拢无考虑我立场，拢用这个话来咧刺激我。 二啊，你莫生气啦！啊，事实上就是安尼啊。我只是哦，感觉替足可惜的啦。无采你安尼前半世人啊拍拼甲安尼。靠，已经票。哎，我有票，你爱创啥？阿母的衫啦，迄穿过哦，拢一个老人遐，哦，够歹味的，这要另外洗啊。对了，阿母咧？咧困。嘿，玉娇，这阵我有感觉哦，你咱大家新妇加讲正有话，唔呢像较早咧含一口鼎当卖烧钱啊，这互人看到哦，人个认为哦，咱两个足有效的。妹，当我这人吼上坦白袂讲白贼话，我若唔是为了阿母遐穿。 我跟你讲，我若唔是为了为遐手尾钱哦，我姑母二三种，我哪会有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我真正无你。
但是我咧讲话，讲话嘛唔通讲啊歹听。等阿母都还未死，你讲啥物收尾钱？你讲的啥物话？细声咧。嗯。啊！你来是咧创啥啦？哈！我想讲，敢若我会嫌哦。哎呦，你这幼好囝嘛咁款嫌啊？真正讲，你一个愈来愈无长的你啊！安怎？嘿，我这我想着哦，咱小姐问的吼，你规暝无倒，咱后尾走倒去哈？哎，唔讲，你唔讲？你来是咧创啥啦？我看人跋筊啦，安尼好无？看人跋筊，什么叫叫我看规暝唔倒啊？我不信啊！你要信唔信在你啦，我无去精神哦，跟你请毛病，我要来困啦哈。你要睇面，你要动呀！你会不讲讲清楚，你做好未？咱看人跋筊请无就快。我叫哪简单的事，好的，我知道。啊！我动作哪个行不行？好，恁做去吵因下，我要离家出走。真是来面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有妈妈在，你是咧惊啥啦？较等下真是来吼，你着点点坐遐，你拢莫讲话，看安怎应付伊。啊，一支喙安尼翘低低，搁听我安尼吼吊咧5斤猪肉哈，你是咧翘安怎？妈，为什么爸较危险？这有当时吼，咱查某人爱替这查甫人吼安尼处理一寡代志啦。非得吼，你即马毋捌，后边你就会了解。妈，你安尼替爸咧解决代志，你敢袂感觉足委屈？委屈，若委屈嘛是无法度啊，着嫁着恁这种老爸啊。以后无信啊，爸栽培做行长，我才无法度像妈妈共款出面替解决代志。你这个戆查某囡仔哩，人伫咧讲吼，嫁鸡缀鸡飞，嫁狗缀狗走啊。想当初我要嫁恁阿爸的时阵吼，也是甲你共款，足惊呢，逐项代志拢袂晓，毋过久来吼，安尼看济啊，我变会晓啊。这个问题是吼，这个分成，甲牵会起来无？若真是牵袂起来吼。真正无采讲恁阿爸安尼四界咧替走总，四界咧替安尼铺路啊！妈，你爱对培生有信心吗？伊会害你失望的啦。你看你这个查某囡仔，嫁翁落去吼，拢替翁咧讲话。会啦，我当然嘛是对有信心。问题就是爱看文成吼，伊做了后看安怎，咱再来讲啊。伊是我的囝婿，我嘛是希望伊有一个成就。讲遮咧讲，大家拢是家己人啊，我嘛无希望讲吼，伊无出头。若无出头的时，咱规家伙毋着向笑死。妈，还是吼，我叫做我是来拜访贺前辈。遐济啦，遐济。食水果。真拄好呢。阮后生吼，甲文成吼拄出去啦。毋知你今仔日来有啥物代志哈？什么代志哦？恁查人敢无法度做主？这嘛要看代志吼，是大项啊、细项啊。家中讲我若无法度做主的，因转来我嘛会甲伊转达。吼，问题是爱看这个代志吼，有重要无重要啊？对我乌良来讲，是小 case。因若是对贺贤伯啊、甲廖文成，恐惊是天大地大的代志。你讲要安怎才好？就甲你讲吼，因无伫的啦。无安尼啦，若等因倒转来的时吼，我才甲转达。看倒一天的时吼，才专工去恁兜甲你拜访你这个乌良大的，安尼好无？歹势麻烦贺贤伯，
有滴啦，我用。我干那等你拜访好先辈的代志尔。我到遮等，等甲伊转来，也恁上好乖乖待甲伊做，莫学袂走。别紧张，有我乌龙伫个，恁兜颠倒安全，上届保你嘛袂去互讲破，啊嘛袂讲无张无弛啊，去互破规身躯冻糊糊，啊？好啦，我讲你听咧，我昨昏跋筊跋金面，安尼好无？你有爽无？好，好弄出来哈！讲什么名拍麻将？我问你，你伫当时要学样拍麻将？唉，自早就会晓诶。咱拍这麻将是咧消遣的啊，这个看卖知影。我嫁你遮侪年呢，我拢唔知你拍麻将。我你讲哦，后摆唔准你去拍。你唔好去拍，啊！你叫我当厝的用先生是要创啥啦？最惨啊！啊，钱嘛咧田都买去啊，啊无咧欠用钱啊，是要做啥物田啦？你日时人个做甲忝忝忝，你暗时倒来乖乖，你搁吵死啦！迄是你讲的哦。好，你若甘愿对我咧田的吹风拍你咯，我就来做啊。我怎么来？我无简单，每我都保养白白，叫我去吹风拍你，我讲你气死！唉，你若今日拍乌，今日歹去吼，你就伊喙掂掂啦，莫当碎碎念啦。我唔管哦，后摆你若是要拍麻将，我要缀你身躯边来监督。啊？监督哦？对啊，你若是跋筊输钱吼，我带到乱啦，然后看什么人后摆敢甲你管。去笑你啊！大兄。哎，那个后壁来啥？要开门啦。你开门较家己。笑。大兄。哎，大嫂，阿敏啊，是你哦。啊，你到银行来啦哈。我就是讲吼，你爱化妆品来啦。哦，是怎化暗者？哎呦，阿母当困去啦。哎，出来这个人吼，若困无饱，你甲叫起来，会使恁整个乌白马人呢。无我看，哎，你踮开讲啊吼，安尼袂去吵到阿母，我嘛想看阿玲学到安怎。安尼厝内底无人，刚好。有啦，都提面佮金宝拢伫啊咧。吼，行啦行啦行啦。你要去倒？无啦，阿算知吼，坐遐久啊，阿阮查某囝讲。你去厕所一下啦。唉，等甲安尼久，还要忝死啊！甲这句话袂转来，我等甲无耐性啊！我来走，明天我再过来。顺行，顺行，歹势咧吼。甲这两个吼，毋知咧创啥，甲这阵也袂倒转啊。等啊遐久，是咧啦，是咧吼。人走去啊！吼。喂，你两个啊，出来啦！人走啊啦！啊？那走就好啊。什么走就好？啊，哪搁来咧？文成啊，你赶紧去找俊仪啊！千拜托万拜托，你一定要拜托俊仪啊，出面来陪乌良一个啦。也毋过，啥？你甲伊讲，咱已经甲乌良跳破面啊啦。伊若听到安尼吼，伊就惊你的安全，伊惊会对你不利吼，伊就一定会出面的啦。嘿啦，哎呦，文成啊，听你阿爸的话啦，紧去啦！啊，你搁咧张图啥物？文成，
俊义啊，拄则刚释出来，自身都咧难保。伊刚刚搁替恁出面是讲你嘛真自私，二表俊义也出护士。大哥哈，我来不讲，你来坐啦，啊，你们慢慢讲。拄则已经伫遐坐真久啊啦。我乌良替人处理代志，上袂当沙沙杀杀。即摆买土地的代志，农会迄边爱处理，公所甲乡长遐无意见，你代表者上好无意见，农会8分，公所甲代表一人1分，免了工佫有好处。我你看，安尼物件你干？你，我乌良话无讲2遍，是好是歹恁家己准知，以后我袂过来恁遮。后摆恁住所的安全啊，我无负责。恁若唔听话，上好紧去买保险，留一寡互某囝用。哎呀，大即摆是要安怎就好啦哈。要安怎？看准伊啊！啊，伊若啥是唔听咱吼，咱只有家己顾性命要紧啦。平平是亲兄弟啦，你若当想你二兄准伊啊，这我是假讲的。唉。正义，你若遮尔暗才过来，我惊你一个人无聊啊。你是安怎？你啦，我即摆已经想出一个办法，看要安怎来处理这土地的代志。只要因大家来当听我的话，大家就免互相残杀，死到大家嘛拢分会平。转去。我有算过啊，到时阵，连我都我都能趁到一条大条钱，以后我就免搁用你的钱。正义，干帮，你搁想要行回头路？我毋是要行回头，我是要利用这摆的机会，互因大家来尊重我，为参照过去当作我是咧罗马来利用我。敢有法度？我有自信。正义，我惊你用你的自信伤害到你家己。你放心，对阵代志我会好好处理，我袂伤害到我家己，甚至我也袂去伤害到你两家。你信不信？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天光啊，又搁规暝无倒转来。嘿，水某，哇，你坐喺遮，等我等几暝拢无困哦。哎呀，哎，我靠，你在讲啥？哦，那咧哭哦，就表示讲哦，你也真关心我，我这个做翁婿在你心目中哦，也搁占真大的地位咧。哎。莫有当莫哭，我以后拢莫放啊天光暗就好啊，哦。
困难。哎，啊，这三名啊，互你食啦。啊，我看到钱随反应哦。当我毋是咧爱钱啊，啊根本规暝无倒转嘛，你敢顾博叫你敢会烦恼哟？啊，原来是关心金宝，唔关心我哦。都看你死哦！我就知影你去博叫，我关心你要创啥？啊，当作我啥？我要王宝山咧等死命。哦，安尼好，来钱还我。笑死人呀！钱伫我手头，哪有可能去飞出去？哦，你真正有牛逼咧，有你无存咧，你钱金连啊你啊！金宝，哎呦，你是走倒去？我问你咧，你规暝走倒去啊？我甲恁老母规暝安尼啊，你会等你，大家拢无困，你知无？我就出去行行，一下天讲我就转来啊。啊，哦，出去行行，一下天光就转来。你毋捌是讲，人讲你要真正来打咯？哎呦，啊你家己咧，天光都倒转来啦，无责无任，你好意思拍囡仔哦？金宝，去恁园困，要吵你老爸。你看，你见过啥物型？等你家见过啥物形而已。恶车业主啦！我咧笑啥？阿爸、阿母，你去报名吼，参加模范家庭。恶车、女主，佮一个无负责任的老爸，我一定倒选的啦。你选到。等你看啦，上不真正下歪啊！呀你咧，你做老母哪有责任啊你？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伫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。